呢條短片將會介紹如何喺資歷名冊上搜尋資歷。首先，選取導覽列搜尋中嘅資歷，或者按主頁嘅快速連結資歷，就可以進入資歷搜尋。輸入關鍵字或者揀選不同嘅搜尋條件，然後點擊搜尋，就可以揾到所需嘅資歷。搜尋結果會根據你所選嘅搜尋條件，列出相應嘅資歷。你可以點擊排列次序旁嘅箭嘴，選擇以不同項目去變更搜尋結果嘅排列次序，揾出最符合需要嘅資歷。你亦可以利用頁面左方嘅篩選去縮小搜尋範圍。點擊喺搜尋結果入邊嘅資歷名稱，就可以查閱有關資歷記錄嘅詳情。你可以按學分累積及轉移資料嘅分頁去查閱相關嘅學分累積及轉移資料同埋學分轉移嘅安排。你亦可以列印或者下載該頁面嘅資歷記錄詳情。如果你想收藏任何一個搜尋結果，你可以喺搜尋結果嘅頁面或者資歷記錄詳情嘅頁面點擊心形符號，將該資歷加入我的最愛，或者按下全部加入，將所有搜尋結果加到我的最愛入邊。喺頁面打開工具箱並按下心形符號，就可以查看你嘅最愛。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列印或者下載有關資歷。多謝觀看，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資歷名冊管理員。